你自己回家玩去，别拿公司的员工开玩笑。李老，你不要激动，冷静一点，因为不管你说什么，也影響不了我的決策。顧先生，你別看你人五人六的，你們顧家就是因為出了你這個敗家子兒。你奶奶到今天還在為你受累。好了，李老，你現在年紀也大了，該回家休息了。來人，請李老下去休息。你們想把我怎麼樣啊？我看你是反了你啊！顧旭強，你心裡還有沒有我？你還有沒有我呀你？哎，你們對我的李叔叔輕點兒。顧旭強，我看你是反了你，我跟你沒完。好了，現在清靜了。有人想說話嗎？我覺得你不配當神龍的領導人。說得好，繼續說。你只顧自己玩樂，不顧公司的大小事業也就罷了。而且我們在開展工作的時候，你只圖自己爽快，耽誤公司項目的整體進程。而且，好了，你別說了。會議結束之後，帶着你部門的人回家。什麼？你說的的確沒錯，我是一個只會圖自己爽快的人。但是你別以為我不知道，你們部門連續3年的業績不達標，就這個月，你們跟丟了7個項目，談崩了3個。我為什麼要留一個只會吃飯而不會工作的人在公司？還有誰？露露，哎，张夫人，哎，慢点。你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手鐲？没有。你再想想，银色的，很细，这样扣着的。反正我刚刚收拾的时候里面没有。你全都找过了吗？我找过了。哎，要不一會兒我去洗衣房的時候再給你找找。洗衣房？哎，我去。